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30日，箴言16章6節安尼講：人的所行，若互耶和華歡喜，連伊的對敵，耶和華也互因甲伊和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所行，通互你歡喜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氣力，阮的願望，也是阮心中喜樂的泉源。主啊，當阮仰望你的時，就憂愁要變成喜樂，重擔要變成輕省。主啊，感謝你應允阮，就是囝仔信靠你的，要得到超過人所通想象的平安甲歡喜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在阮面對困難甲挑戰的時，你的手攏無離開阮，因着你的恩典，阮的心充滿平安。主啊，你要互阮脫離黑暗，進入你的光明，因為阮的所行，若互你歡喜，就連阮的對敵，你也互因甲阮和好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